各位馬迷又到咗星期日沙田賽馬總結時間啦！今日25號星期日沙田場，我哋嘅心水推薦整體表現唔錯，過咗唔少中位，即刻同大家一齊回顧下啦。今日推薦嘅心水總結如下：第一場我哋推28119，結果中咗第二名；第二場14101二勁，直接中晒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名，三重彩有份；第三場8524中咗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名，位置 Q 都穩陣啦。第四場12912又中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名，繼續有肉食。第五場23511中第二同第三名，唔錯唔錯。第六場呢1243依場最勁啊，中晒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名啊，四重彩都中埋啊，開心到飛起。咁但係第七場31144中咗第三名有位，第八場2186中第三名，第九場14810中第一、第三、第四名，頭馬有中。第十場34214又係神級，中晒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名，四連環都中。第11場9217中咗第四名，收尾都有位。整體嚟講，今日我哋心水好多場都中位，特別係第二、第六、第十場勁到爆燈，中晒頭三甚至頭四。希望各位馬迷今日都有收穫啦。下次賽馬再一齊過招，留意群心水，繼續撐我哋嘅心水。多謝收聽，祝大家馬上有錢，個個發達，拜拜。